身價直接上4億。足球嘅魅力，足壇身價第一，碾壓克蘭特姆巴佩。西班牙4-0鬥牛士軍團，終於一把撕碎咗嗰張胡，喺佢哋臉上整整1個禮拜嘅嘲諷。阿馬爾一球，奧亞薩巴爾梅開二度。就喺1個禮拜前，還係呢支世界排名第1嘅西班牙，面對一個總人口先50幾萬，頭一回踏進世界盃嘅大西洋小島佛得角，控球率高達74%，狂轟27腳射門，卻能係1個球都冇能進。嗰一場簡直成咗全世界球迷嘅笑柄，一支被譽為全控代名詞、世界排名高居第1嘅豪門，喺場面上將對手全都靚得嚇人。可記分牌上嗰個冰冷嘅零，卻似一記響亮嘅耳光。西班牙華而不實，控球只係花家子，遇強唔強，遇弱都唔強嘅論調，一時間甚囂塵上。整整7日，鬥牛士軍團就喺呢樣鋪天蓋地嘅質疑同奚落裏，憋住一口氣，等待住一個證明自己嘅機會。鋪天蓋地咁砸咗佢哋整整1個禮拜。今日凌晨上場之前，連18歲嘅阿馬爾都因為奏國歌時眼神有啲發飄，被人嘲諷贏球欲望唔足。結果呢？答案其實只有一個。呢一次西班牙只動咗一個人，佢哋將嗰個18歲嘅孩子放返咗首發。要知道，拉明阿馬爾喺4月份嘅1記12碼中，大腿後腱當場撕裂，本以為賽季就此報銷。首戰對佛得角，主帥心疼佢，只敢放佢喺下半場上嚟跑咗19分鐘。可呢一回，佢由第1分鐘就穩穩地站喺咗場上。呢個調整睇似簡單，意義卻天差地別。阿馬爾係呢支西班牙進攻端最鋒利，都最不可預測嗰把刀。佢喺右路嘅盤帶、內切同嗰一腳突如其來嘅傳中遠射，能俾任何防線製造出最直接嘅威脅。首戰對佛得角，缺咗佢由一開始就壓上去撕斜嘅西班牙，進攻變得平面而遲鈍，只識喺禁區前緣做無用嘅橫傳。而當呢把尖刀由開場哨響就插進對方嘅防線時，整支球隊嘅進攻即刻就有咗鋒芒，有咗重心。一個人嘅回歸，奧亞薩巴爾左路一記橫傳，阿馬爾後點包抄鏟射入網。可呢8歲又343天，阿馬爾就此躋身世界盃歷世界盃破門嘅人類，赫然寫着2個名字：貝利同梅西。你冇聽錯，今晚呢個被鬧冇欲望嘅孩子，同球王貝利同梅西被刻進咗同一行字裏。能喺世界盃呢個最高舞台上，喺如此年輕嘅年紀就破門嘅人，整個足球史上都屈指可數，每一個名字都係響當當嘅傳奇。而呢個7日前還被嘲諷冇贏球欲望嘅18歲少年，用一腳鏟射就將自己嘅名字端端正正地放進咗呢份星光熠熠嘅名單裏。呢就係對所有質疑最霸氣都最無可辯駁嘅回應。你哋越係睇輕我，我就越要喺最高嘅舞台上做出最偉大嘅事情俾你哋睇。球荒一破，閘門就再也關唔上啦。第21分鐘，角球混戰，沙特解圍唔遠，奧亞薩巴爾外腳背抽射2-0。第24分鐘，奧爾麥透球造球，奧亞薩巴爾搶點再入一球，梅開二度3-0。3個球只用咗24分鐘，已係西班牙自1974年以來世界盃開局最快嘅3粒進球。再講奧亞薩巴爾，上一場打佛得角，佢前30分鐘一次球都冇碰到，係有技術統計以來頭一個世界盃首發半個鐘卻摸唔到球嘅人，被鬧得狗血淋頭。可今晚佢一個人一傳兩射，親手將嗰啲嘲諷傳煙咗返去。一個老將，上一場被全世界當成笑話，被無數人指住鼻子鬧，嗰種滋味換邊個都難熬。可佢冇躲冇怨，而係將所有嘅委屈同憋悶都默默地咽進肚子裏，然後喺下一場用1次助攻2粒進球，堂堂正正咁將場子翻嚟。呢就係頂級運動員嘅心理素質，佢哋唔會被一時嘅低谷擊垮，反而會將嗰啲刺耳嘅聲音通通化成下一次爆發嘅燃料。而最扎心嘅係沙特嗰位門神，首戰佢狂撲9次，啱啱創下本屆世界盃嘅單場撲救紀錄。可今晚佢被打得徹底冇晒脾氣，呢恰恰說明決定一場球嘅從來唔係單一嘅英雄，而係一支球隊整體嘅狀態同決心。當西班牙傳員將嗰一個禮拜嘅憋屈擰成一股繩，卯足咗勁，
要證明自己時，佢哋爆發出嚟嘅能量足以碾碎任何擋喺前面嘅對手。我知道呢陣肯定有人要喺評論區開講，唔就係贏過沙特啫嘛，魚腩邊個唔識藥？依話我係真係聽唔落去。你將眼睛睜大咗，睇清楚沙特，可係曾經2-1爆冷過阿根廷嘅球隊，嗰係近年嚟世界盃賽場上最響嘅一聲驚雷。所以差嘅從來唔係對手有幾弱，而係西班牙呢一回終於學精咗，佢哋唔再圍住禁區軟綿綿咁倒腳，而係上嚟就用阿馬爾呢把右路嘅尖刀往對方嘅肋部狠狠咁捅，抵住定位球就往死裏打，10分鐘就先將球捅咗進去。呢先係呢場4-0真正嘅價值所在。佢唔係僥倖，而係西班牙痛定思痛之後嘅一次自我革新。對佛德國嗰場，佢哋之所以攻唔進去，就係因為太迷信控球至上，將球傳得再多，卻始終缺少個致命嘅一擊。而呢一場，佢哋變得更直接，更有侵略性，用亞馬爾嘅個人能力去強行打開局面，用快速嘅邊路傳中同犀利嘅定位球衝擊對手，唔再追求場面上嘅好睇，而係追求最高效嘅破門。由控而不破到一劍封喉，西班牙只用咗1個禮拜就完成咗一次寶貴嘅進化。一支只識控球卻打唔開鐵桶陣嘅球隊，注定走唔遠。可一支既能掌控球權，又能喺需要時變得直接、犀利甚至兇狠嘅球隊，先係真正可怕嘅冠軍之師。佛德國嗰場慘平，與其話係恥辱，不如話係一記及時嘅警鐘，逼住西班牙喺小組賽階段就抖到自己嘅問題，並迅速地修正咗佢。對其他奪冠熱門嚟講，呢反而係個壞消息。嗰個被佢哋嘲笑咗1個禮拜嘅西班牙，可能正以一種更成熟、更全面嘅姿態，悄悄地變強啦。由阿馬爾到奧亞薩巴爾，呢一夜係整支鬥牛士軍團嘅集體復仇。一場4-0，唔止係拿到咗3分，掃清咗出線嘅障礙，更係一份擲地有聲嘅宣言。嗰個全控王朝冇塔嗰啲花架子嘅嘲諷，係時候收返去啦。可你知唔知今晚最令我服氣嘅係賽前阿馬爾講過嘅一句話？有人問佢呢屆世界盃嘅目標，佢話對我嚟講，小組賽就算贏佢個6-0都毫無意義，你必須贏落淘汰賽。一個18歲嘅孩子能講出咁樣嘅話，本身就說明咗佢嘅格局有幾大。喺嗰個被全世界嘲諷嘅禮拜嚟，佢冇去社交媒體上同人對罵，都冇被外界嘅噪音亂咗心神，佢只係冷靜地盯住真正重要嘅目標淘汰賽，盯住嗰座大力神杯。呢種遠超年齡嘅成熟同定力，恰恰係一個偉大球員最稀缺嘅品質。佢懂得真正嘅回應唔係用嘴，而係用腳，唔係喺賽前，而係喺賽場上。講到呢度，你可能仲唔知，2026年世界盃身價最高嘅球員唔係哈蘭特，唔係姆巴佩，而係一個啱滿18歲嘅細路哥。阿根廷《號角報》啱啱公布咗呢份榜單，哈蘭特以接近3億美元嘅身價排喺第2，姆巴佩以2.352億美元排第3，而高居榜首嘅係身價突破4億美元嘅西班牙小將拉明阿馬爾。6個月大時佢就被梅西抱過，7歲就被巴薩嘅球探驚呼為外星人。阿馬爾2007年出世，老豆係摩洛哥移民，老母嚟自赤道幾內亞，喺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著名嘅移民聚居地羅卡豐達街區長大。童年父母離異後，佢跟着老母搬到咗馬塔羅，嗰度冇豪華嘅訓練場地，冇專業嘅教練指導。5歲嗰年，佢加入咗當地嘅拉托雷塔俱樂部，喺一片最普通嘅水泥球場上，同比自己大好幾歲嘅孩子對抗。6歲嗰年，巴塞羅那嘅球探喺睇咗佢嘅比賽後，喺考察報告上鄭重地寫低咗極其特別、需要重點關注嘅評價。7歲時，阿馬爾正式踏入咗舉世聞名嘅拉馬西亞青訓營。初來乍到嘅佢，一開始連重點培養名單都冇能進。為咗能按時參加訓練，佢同老豆經常要提前5個鐘起床趕火車。可呢個由貧困社區走出嚟嘅孩子，從來冇一句抱怨，所有嘅注意力都喺腳下嘅足球上。1年之後，30場比賽，狂轟56球。當時嘅教練回憶話，呢個孩子面對比自己大3-4歲嘅對手時，唔但唔怯場，反而會變得更加興奮。巴薩高層即刻改變咗態度，特許佢住進拉馬西亞嘅宿舍，仲
專門為佢辦理咗轉學手續。此後，佢代表巴薩各級梯隊累計出場249次，打進咗驚人嘅357球，被外界稱為梅西之後拉馬西亞最強之人。2022年9月，巴薩遭遇嚴重嘅傷病潮，時任主帥哈維做出咗一個震驚足壇嘅決定，將連 B 隊都仲未註冊過嘅15歲小將阿馬爾直接提拔到咗一線隊。好多人話呢係拔苗助長，可阿馬爾用訓練中一次次驚艷嘅表現，徹底征服咗整個教練組。競技體育嘅真理永遠只有一個，用實力碾壓一切質疑。2023年4月30日，15歲嘅阿馬爾喺對陣皇家貝蒂斯嘅比賽中替補登場，刷新咗巴塞羅那117年嘅隊史最年輕出場紀錄，同時成為西甲歷史上最年輕嘅出場球員。隨後佢好似開掛咁，接連刷新紀錄，對陣卡迪斯，成為西甲最年輕嘅首發球員。16歲零87天，面對格拉納達，收穫西甲首粒球，第一個完整賽季50場出場，7球10助攻。巴薩高層毫不猶豫咁遞上咗一份違約金，高達10億歐元嘅續約合同。呢筆巨款鎖住嘅唔只係一個潛力新星，更係巴薩未來10嘅復興希望。如果話俱樂部嘅表現讓足壇認識咗佢，咁2024年嘅德國歐洲杯就係佢徹底征服世界嘅成年禮。16歲嘅阿馬爾成為歐洲杯歷史上最年輕嘅進球者，一腳石破天驚嘅弧線球，喺半決賽嗰種一步踏錯就回家嘅窒息氛圍裏，扭轉咗整場比賽嘅走勢。最終西班牙2-1力克英格蘭，捧起歐洲杯冠軍。整屆賽事阿馬爾一人獨造5球，榮膺助攻黃銅最佳年輕球員，入選賽事最佳陣容。西班牙主帥德拉福恩特感嘆話，只要將球交俾佢，奇蹟自然就會發生。憑住呢份雙重高光，阿馬爾包攬咗2024年嘅金童獎同科帕獎，喺金球獎評選中拿到第8名呢，係同年齡段任何人都未曾達到過嘅高度。17歲100場職業比賽，22粒進球，33次助攻，4座冠軍金杯，呢份成績單已經遠遠超越咗同年齡段嘅梅西同 C 朗。幾多被寄予厚望嘅天才，最終被接班人嘅壓力壓垮，泯然眾人。可阿馬爾唔同，佢天生就唔畏懼任何標籤同壓力，反而將外界嘅期待當成鞭策自己嘅動力。由嗰個要同老豆坐5個鐘火車嘅貧民窟孩子，到如今身價超過4億美元，穩居世界杯球員榜首。佢嘅目標係世界杯，係金球獎，係歐冠，係將自己嘅名字寫進足球史上最偉大球員嘅行列。對大多數球員嚟講，呢或許係遙不可及嘅奢望，可對一個18歲就已經手握歐洲杯冠軍嘅天才嚟講，呢一切都顯得咁順理成章，被全世界笑咗整整1個禮拜，又點樣？真正嘅王者從不在乎你幾時先肯相信佢，佢只負責喺球場上讓你將嗰啲話一個字一個字地重新煙返去。足球場上最能照亮前路嘅，從來都唔係贊助商嗰刺眼嘅廣告牌，而係嗰個細路哥第一次喺街角踢球時頭頂嗰盞昏黃嘅路燈。真正最高嘅天賦，從來都唔係一蹴而就嘅奇蹟，而係將每一個奇蹟一步一個腳印地變成日常。拉銘阿馬爾嘅跑道先啱啱鋪開，佢嘅故事而家先真正開始。